空供款唔單止係對賭廳造成損失，亦都影響到賭廳嘅存戶。記者李卓謙今日就喺澳門嗰度了解過。卓謙話：賭廳點解會有存款嘅呢？澳門就有賭廳用高息吸引顧客存錢，近年特別普遍，有人更加係存錢入去當賺多份糧。不過近嚟有人想攞翻啲錢出嚟就唔成功。有呢度嘅議員就話呢一種嘅存款服務以投資或者賭博嚟做包裝，冇法例規管，擔心問題會陸續浮現。喺澳門想存錢，除咗銀行，仲可以去邊呢？賭廳佢有可能啲回報高啲啦，應該啲分啲利息又可能多啲，吸引啲咯。以往開得 OK， 應該都有啲送心，而家就開始。我唔會去試咯，好冒險，揾錢好辛苦㗎。澳門正式嘅博彩牌照有6個，持牌人可以經營多個賭場。賭場入面又分成多個叫做賭廳嘅貴賓廳，外判俾其他人經營。業內人士估計，目前大大細細嘅賭廳大約有100個。賭廳除咗賭錢，仲會接受存款。問題近日就開始浮現。幾日之前，一間經營貴賓廳嘅公司喺報章刊登聲明，話一個姓周嘅女職員虧空公款，已經報警。唔願意透露身份做疊碼嘅 A 先生，今年5月將100萬存入賭廳，每個月有2萬蚊利息。佢收到有人虧空公款嘅消息，到賭廳想攞翻啲存款，但係唔成功。我哋攞嘅存款單去翻個帳房度咧提款咧，依家就提唔到啦，就話我哋戶口剩翻0啦。當初擺錢入去咧，就係方便自己咧，有時帶啲客人咧喺嗰度賭錢嗰時咧就方便，存咗啲錢喺度，跟住簽翻出嚟就可以營運得到啦，自己就方便自己嘅啫。佢話存戶入面唔少係普通市民，至少有大約60個存戶攞唔翻啲錢，涉及嘅金額大約7億，要求澳門政府介入。幫佢哋嘅澳門立法會議員話，賭廳存款近年喺澳門有一定嘅吸引力，但係缺乏規管。而存款嘅單據未必列明係存款，有時會用上投資、賭博等等嘅字眼。所謂投資係賭廳，因為嗰個回報率高啊，咁造成佢哋越嚟越多人呢就會賭咗出嚟，但係亦都有呢個風險。究竟你當時放錢喺賭廳裏邊係用咩形式去放？咁就算你真係揸住嗰個字據，民事索償嘅賠償，你未必真係得到應得嘅補償，同埋攞翻佢嘅本翻嚟嘅。咁呢樣嘢亦都係博彩法裏邊嘅漏洞，冇規範究竟一個投資者投資喺個賭廳係用咩形式，大家雙方面有咩責任，同埋有問題嘅時候係點樣處理呢？澳門嘅6個賭牌將會喺2020到2022年陸續到期。有意見就認為，政府喺檢討牌照嘅時候，應該一同向公眾諮詢存款喺賭廳嘅問題。澳門政府回應今次嘅事件，一直迴避用存款嘅字眼。博彩監察協調局喺接受查詢嘅時候就話，事件已經交由司警跟進，不宜再作評論。但就回應話，當局會密切關注行業嘅發展，喺有需要嘅時候會考慮進一步完善現有嘅法例同埋法規。喺澳門嘅報導到呢度。